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Rebecca Look，國際總裁組成員，加入咗康寶萊咧已經28年。咁我喺開始嗰陣時咧嚟揾康寶萊都係因為要減肥。咁我喺4個月減咗33磅。我嘅工作背景咧，本身我自己係手袋設計師啦，亦都有我自己嘅鋪頭、零售批發同出口嘅生意都有。由於產品效果非常之好，咁身邊咧一個人都咁樣問我喎，亦都啱啱當時我自己嘅生意係走下坡，咁咧我就用兼職嘅時間開始發展。幾個月之後咧，亦都決定全職全時間發展康寶萊。咁我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一啲公司嘅背景啦，同埋我哋嗰個市場計劃。如果你係我哋嘅用家，你可以了解下點樣個折扣用平啲。如果你亦都係有興趣去睇多一個生意機會咧，咁嚟緊嘅時間，咁我就為你哋解答同埋解釋嘅。好啦，咁康寶萊咧英文名叫做 Herbalife， 係營養界嘅巨頭啊。我哋已經1980年到而家有45年嘅時間啦，全球95個國家咧都有我哋嘅業務嘅。我哋嘅產品背後咧，其實有好多個科研團隊支援住。咁我哋係個產品令到大家好有信心嘅。有超過100位嘅博士啦，250位以上嘅科學家同埋研發嘅人員啦，100位以上嘅專家。我哋嘅產品咧，亦都係 No.1 體重管理嘅健康品牌，全球 No.1 喎嚇。喺產品嗰方面，除咗我哋一般客戶之外咧，我哋係會贊助有好多世界知名嘅運動員嘅。大家比較熟悉嘅咧就係我哋嘅球星斯朗拿度啦。洛杉磯銀河隊，馬德里競技女子足球俱樂部。呢啲好出名嘅運動員咧，佢哋每一日都係用住康寶萊嘅產品嘅。亦都有5個國家嘅奧委會嘅運動員咧，即係奧林匹克嘅運動員都有用我哋嘅產品嘅。我哋康寶萊係全球第一大健康活躍生活方式嘅營養品牌。喺2023年全球銷售奶昔嘅數量係1.7個 billion 啦嚇。我哋嘅生意額咧，亦都係好超越其他嘅營養品牌好多嘅。我哋產品其實背後最主要係要支援，亦都要幫手去解決一啲環球嘅大趨勢。係啲咩呢？大家可以睇下頭呢3格咧，都係同超重肥胖有關嘅。有19億人口啊，全球有19億人口，成年人係超重嘅，係啦。肥啦，即係我未去到超重嘅都有10億。1975年同而家相比咧，嗰個肥胖嘅人口已經多咗3倍，而年紀好長壽73.4歲係平均年齡。長壽唔係好咩？但係好多人已經中年，已經開始身體出現好多毛病，可能一生人當中有1/3時間都係身體唔健康嘅狀態。呢啲咧，亦就係全球嘅大趨勢。我哋每一日咧，其實喺世界各地95個國家，我哋都會有好多人係使用緊我哋嘅奶昔啦，超過400萬杯嘅奶昔。數以百萬計嘅客戶啦，同埋超過40年嘅歷史噶啦，45年啦，踏入咗美國洛杉磯就係我哋康寶萊公司嘅總部。全球95個國家，其實你望下啲國旗咧，一般我哋香港人會去旅行啊、移民嘅地方咧，都有康寶萊產品噶啦。呢個產品係點樣咧？最重要我哋睇一睇效果先。呢一位咧，阿 May 咧，佢就係50歲啦，用咗2個半月減咗25磅嘅。Thomas 啦，佢就係減咗45磅嘅。佢本身自己係通過波仔，由於身體好多嘅問題啦，一定要減肥。你會見到佢減咗45磅咧，個肚腩哇扁咗好多。醫生亦都一路幫佢嗰啲三高藥咧，一路幫佢減藥。阿 Sam 咧，佢就後生仔嚟嘅，30幾歲嘅啫。亦都係超重嘅問題。佢減咗70磅，血壓亦都由上壓200減到120。成個即係而家係一粒血壓藥都唔使食嘅。另外呢一個咧 Suki 啊，最右手邊 V 字手勢呢一位嚇 Suki，佢本身嚟揾我哋嗰陣時係237磅嘅。佢咧足足減咗100磅，由200幾磅一路減到而家減咗100磅啦。除咗減肥之外咧，皮膚同埋身體免疫系統失調咧都好大幫助，營養會幫到手嘅。阿賢本身咧就有便秘同埋有濕疹嘅問題。呢啲咧係佢好誇張嘅情況。你會見到咧隻腳紅晒，隔離嗱呢個紅晒，隔離呢一度仲有印嘅。其實1個月時間嘅啫。佢搞掂咗皮膚之後咧，佢就一路用埋運動系列嘅產品咧，就去用埋運動系列嘅產品咧，就去增肌嘅。康寶萊嘅產品其實就有
體重管理啦、心臟系列、維他命同埋其他嘅補充品、腸胃嘅健康問題嘅系列啦、運動系列同埋護膚品系列嘅。咁好啦，我講一講咧。如果我哋真係有興趣了解下啊，譬如我想用或者想發展，究竟係點嘅咧？咁康寶萊我哋有兩種會籍，一種係優惠客戶，一種係獨立會員。我先睇一睇呢個優惠客戶先。優惠客戶嘅會籍咧，就係有一個好靚嘅帆布嘅 tote bag 啦，呢個嘅袋啦。咁裏邊有一盒3天體驗裝，3天體驗裝一盒係有6包奶昔嘅。咁當你一經登記咗之後咧，你嘅折扣就可以由14% 一路上升到金級係32%，視乎你買嘢。咁我哋用一個儲分嘅制度嘅。咁另外嗰個獨立會員啦，咁我哋就係你可以做呢一個登記。咁樣呢個登記咧就95個國家嘅。咁啊422蚊會有3盒3天體驗裝，總共3618包嘅3天體驗裝，會籍亦都係1年嘅。咁咧，如果呢一個嘅發展會員，當你登記咗422蚊嗰個會籍之後，你一入嚟咧已經有25% 折扣嘅。咁買產品，我哋每一個產品咧都有分數嘅。比如一罐奶昔係20幾分咁樣啦。咁好啦，我如果想上升高啲嘅折扣，你可以考慮係1至2個月之內累積到500分，咁咧你就可以享有35%。如果3個月裏邊累積到1000分咧，有42% 折扣。6個月之內累積到2500分，都係42%。咁呢一個就係假設你頭嗰3個月分數未去到1000，但係後邊嗰3個月先至多分喎，咁你都可以用呢一個方法。咁總之，所有累積嘅分會一路計，12個月當你到4000分咧，你就會變成半價噶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折扣嘅階梯啦。咁好啦，收入來源係點咧？譬如零售利潤先，零售利潤就係話，如果我要買有客人佢要買1000蚊嘅嘢。咁如果我係一個會員，咁我就可以有25%，即係250蚊嘅利潤啦。如果我已經係50% 嘅領班，我就可以賺500蚊，賣1000蚊嘅嘢可以賺500蚊。咁第二個咧，批發利潤，批發利潤咧就係假設如果你已經係一個50% 折扣嘅領班，咁你下邊咧有一個25% 嘅會員買咗嘢喎，咁呢一度咧25% 嘅 discount 嗰個折扣咧就會收到啦。咁如果你下邊有一個係最高嘅折扣嘅會員係42%，中間仲有8% 收，咁呢個就係8至25% 啦。咁呢一啲咧，其實佢哋自己喺公司買嘢，網上登記，甚至乎唔喺香港都好啦。咁咧就會追蹤嘅，公司會追蹤每一個月即係月結咗之後，就會同我哋追蹤啦。譬如香港、台灣、美國，我總共成個團隊有幾多生意，中間差額係幾多咧？就會喺15號每個月嘅15號咧，就會過翻去我哋自己提供俾公司嘅銀行戶口啦。好啦，第三個咧，代銷佣金呢一個係咩意思咧？假設你係半價，你介紹咗妹妹SP 即係 supervisor 領班嘅簡稱，咁啊妹妹咧佢喺台灣喎，咁佢都用產品好好，亦都有興趣，咁亦都變成半價。如果你又半價，佢又半價，表面上就好似已經冇折扣咁啦。咁咧公司就會出呢一個5% 嘅代銷佣金啦。咁啊妹妹嘅所有嘅生意額，包括佢嘅會員，都會計5% 俾你嘅。咁啊妹妹介紹咗一個同事移民咗去英國喎，咁英國嗰個同事產生所有嘅嘢咧，公司都會俾5% 妹妹，亦都會俾5% 你噶啦。咁而呢個英國嘅朋友咧，又介紹咗翻嚟香港喎，香港呢個第三代同樣你都會收到嘅。咁其實你淨係識妹妹一個，可能佢嘅同事同埋香港呢個朋友咧，你都唔識，但係你都會收到1至3代5% 嘅代銷佣金。咁可能你發展得耐，你唔止妹妹一個啦，咁你仲有其他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條線，所有嘅3代我哋都會計到啦。咁跟住咧，當我哋嘅業績去到某一個嘅數咧，公司會額外再有生產獎金2至7%，咁啊年終馬克曉斯獎金同埋咧其他嘅獎推廣，例如可能旅行啊，或者一啲嘅禮物啊咁樣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一般咧，其實我哋叫客人買產品咧，康寶萊產品太多啦，好多啊。咁如果你一次過叫人哋買咁多嘢咧，就會嚇親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係我哋團隊設計嘅一個簡單嘅入門。無論佢係想體重管理或者改善健康咧，都係會由呢最基本呢幾樣開始用先嘅。咁可以揀 A plan 就係一盒3天體驗裝166蚊，咁佢感覺良好，佢中意先至再買其他都得嘅。
咁啊 B 咧就係一罐奶昔，咁因為大家都會計數啦，咦一罐抵啲喎，咁啊買一罐啦，同埋一罐先至有味道揀嘅，係啦，有7隻味，咁但係3天體驗裝咧只得曲奇妙趣一隻味嘅啫。咁但係如果大家都知道康寶萊產品嗰個優勢，亦都見到朋友用得好好，咁好多朋友都係會用呢4隻產品嘅，咁佢哋都不如唔好嘥時間啦，一次過開始啦。咁呢4個產品咧，零售價係1578，咁啊奶昔同埋佳能蛋白質粉咧，只係夠10日嘅啫嚇，因為每日飲2次嚇。咁但係蘆薈汁同埋瓜拉拿茶就夠1個月嘅。咁而呢個 D plan 咧就係足夠晒1個月每日飲2杯奶昔嘅啦。咁個價錢係3220，咁大家可以諗下啦。咁啊其實如果除翻開大概一日100蚊左右嚇，而家100蚊我叫你要去出邊食2餐都好艱難，仲要營養一定唔好嘅。咁啊，但係康寶萊咧呢一個價錢係會幫你改善埋健康、減埋肥嘅，非常正。咁我哋睇下個市場計劃，咁啊舉個例，我哋由下邊開始睇，我哋零售一套 D plan 係3220蚊，咁如果我用登記咗做一個發展會員，422蚊咧，我開始享有25% 折扣喎，咁我賣出一套產品俾一個客人嘅話，我就會賺到737蚊。但係如果我係由500分起步，500分咧大概6650蚊入貨價嚇，咁咧。你每賣出一套 D plan 咧，你可以賺到1031蚊，哇，爭好遠喎！咁如果你話我自己又用，我又想攞最高嘅折扣，咁不如我就用1000分起步啦。1000分起步就大概係12,000蚊。咁如果 D plan 咧大概係6套左右啦，咁啊12,000蚊，我每賣出一套 D plan，咁咧就會賺1237蚊。咁而呢一個同樣啦，2500分咧，大概15套都係賺1237蚊。咁四千分之後，我哋就半價噶啦。咁我哋睇一睇啦。如果我去到半價之後咧，咁嗰個利潤就係1473蚊賣出一套。咁我哋以前咧，亦都有好多朋友。佢做開，即係好似我自己都係我做開生意嘛，咁我會覺得做生意我當然就係想用一個最快嘅速度賺最多錢啦。咁所以我就決定咧，我唔喺500、1000呢啲分慢慢嗰度搞啦，我一次過入貨我就入4000分，48000蚊左右。咁咧48000蚊，如果我將佢全部用零售價賣翻晒出去咧，其實我大概係可以賺3000蚊嘅。咁好啦，咁我再睇一睇啦。如果我呢一個全部用呢一個4000分咁樣咧，之後我就會可以有半價，咁即是話我日後每一買一賣，我都可以係賺到最高嘅利潤啦。咁我哋睇下啦，如果我真係要開始呢盤生意，長久究竟我要做啲乜嘢咧？呢一個嘅即係講俾大家聽，其實你就算用兼職時間都得嘅，每日與人分享係啦，每個月我哋就做到5+1，咩意思呢？如果我每一個月我有5個人同我買產品，咁我賺1473蚊啊嘛。咁但係，哎呀，有啲係朋友嚟嘅喎，我唔好意思咧，個個都俾正價去喎。咁我可以俾我嘅朋友咧簽入會做優惠客戶。如果優惠客戶咧，其實佢都有20幾個% 折扣買嘢嘅，咁咧。我就每一套賺少啲，但係都有737蚊喎。如果我咁樣一個月兼職嘅時間賣出5套，我全部係正價，我就有7000幾蚊賺。如果全部俾我啲客人有折扣，我都有3000幾蚊賺。咁另外5+1係咩嚟嘅咧？5就5個客人用產品啦，一咧就係提升一位朋友有興趣發展。咁其實香港好多人咧都係好想喺兼職時間揾一啲外快嘅。咁如果1000分起步，頭先講咗大概係12,000到，佢自己用係用到最平，亦都可以去開始呢一個生意有一個較為高嘅利潤。咁咧，如果我有一個會員，佢入1000分，我中間都會有一個叫批發利潤，大概1400蚊嘅。咁好啦，如果我一個月用兼職嘅時間發展到呢一度，我會有幾多錢收入咧？我大概會有5000至到8000幾蚊不等，視乎我嘅零售係俾正價定係我係俾人哋有折扣啦。咁咧，我自己開頭做康寶萊嗰頭嗰幾年咧，我每個月咧我都係做10個新客，2個發展者嘅，我就做10+2嘅。咁啊，但係如果兼職嘅朋友，你只要做到呢一個每個月多5至8千蚊嘅兼職收入都好開心喎。咁咧，其實有好多朋友就會喺度諗啦，哇！如果真係用4萬8蚊4000分嗰個起步，會唔會勁得滯啊？我真係要諗下喎。當然一定大家可以睇翻你嘅情況，但係我都講下點解我當時會咁突
大嘅決定，一開始我就會用咁嘅起步呢？咁我當你可能你買個磅，買少少工具，5萬蚊成本，即係我喺度諗，我冇咩其他生意有可能我用5萬蚊可以起到步，仲要木封蝕本門嘅。因為點解呢？我就算我呢啲產品真係冇時間賣啦，或者我真係冇心機賣啦，整整下我都可以自己用㗎喎。但係我以前做手袋嘅生意，我唔可以一個人用100個同一樣款嘅手袋㗎嘛，咁就會有死貨。康寶萊係唔會有死貨嘅。咁我就係諗到呢一樣嘢，同埋我再諗，如果我將5萬蚊擠喺銀行度存款啊，我會有幾多錢利息呢？咁如果活期嘅咧，搞笑啊，得5毫至5蚊嘅啫。但係如果你擠定期咧，你就大概係1000至2000蚊嘅利息啦。但係咧就唔係間間銀行收5萬蚊咁少嘅定期喎嚇。咁啊，跟住咧，第二個可能性啦，就係如果我用1年嘅時間，我賣晒呢4000分出去，我全部客人我都俾佢做優惠客戶，俾佢有銀級，有 discount 20幾個 percent 買嘢啦，咁我可以賺到幾多咧？我都有12000蚊賺喎，用1年時間慢慢咁樣賣啊，慢慢賣，咁啊都有12000蚊，咁啊一定咧就係着數過上邊咁你擠銀行嗰度嘅利息啦。咁第三咧就係就算我全部嘅1年啊裏邊我一樣都唔賣。最後我自己用晒佢，我都可以用到最平，同埋賺到健康啦。咁啊，希望我今日呢一個解釋咧，令大家會清晰啦。咁啊，最後咧，你就可以決定睇下啦。因為康寶萊嘅產品一定令到你自己同埋一家人都會健康晒嘅。咁啊，呢一個係一個好開心嘅生意。可能你聽到呢度，你話我仍然都係只係想用產品嘅啫。你可以揀你自己中意成為我哋嘅優惠客戶，你揀你成為同級咧就逐樣嘢買都得噶啦。銀級咧就買1500或以上嘅嘢。折咗之後啦嚇，咁咧你已經可以係銀級，又或者你中意一次過，我就想去到金級嘅都得嘅。咁而發展會員就係422蚊入會啦，咁你可以揀250分，係啦，3000幾蚊，500分，咁咧呢個都係永久65折嘅啦，可6007蚊左右。咁啊1000分42%永久嘅就係12000蚊左右。咁啊如此類推，仲有3萬蚊同埋48000蚊，咁你就可以選擇你自己中意嗰個位置。如果你好似我咁樣都係做開生意嘅，亦都明嗰個道理嘅話咧，其實呢一個4000分一次過係最着數嘅。咁又或者咧，你覺得小試牛刀先，但係我又想攞最高嘅折扣，咁就係1000分呢一個位置。係啦，咁啊1000分呢一個咧係我覺得，即係如果你喺未用產品，信心唔係去到好似我哋咁大咧，你可以喺1000分起步嘅。咁我今日咧就解釋到呢度，係啦。咁啊有乜嘢唔清楚可以隨時問翻同你一齊分享呢條短片嘅朋友啦。